簡單美味開胃素菜。蘿蔔去皮，切絲。紅蘿蔔去皮，切絲。青瓜去籽，切絲。350g 滑豆腐，用匙羹切塊，滾水落，大火蒸7分鐘。倒去水分。100g 蘿蔔絲，50g 紅蘿蔔絲，100g 青瓜絲。大火熱鑊下1湯匙油，油熱煎香15g 薑蓉20秒。炒三絲2分鐘。3湯匙米酒，1湯匙辣豆漿，1湯匙素蠔油，2茶匙糖。炒勻1分鐘。炒好嘅三絲淋落去蒸好嘅豆腐上邊就做好啦。